体段大车拼来看巴黎奥运伫要起鼓啊！教育部伫昨昏有召开巴黎奥运评级推演会议。另外呢，咱台湾代表团即马嘛有传出好消息，这是霹雳舞的国手孙静，伊即马是摕到巴黎奥运霹雳舞项目的参赛比赛资格，嘛是咱台湾的头一人。因为俄乌战争甲中东冲突，教育部8日下晡邀请相关单位进行巴黎奥运评级推演，希望为台湾参加比赛选手建立安全通报机制，让代表团所有选手甲教练拢能顺利参加比赛，平安返海。巴黎奥运第摆搭一霹雳舞男女选手各只有10来个参赛名额，咱的霹雳舞好手孙静。伫奥运资格系列赛最后一场的布达佩斯站比赛排名第15名，积分26分，加上进前上海站的积分34分，总积分60分，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。希望他能够再降个1.5公斤，减少他膝盖的负担，还有手腕的负担，跳舞的线条也会比较好看。他的心肺的输出，高强度短切的状况之下，可以恢复能力比较好。又有选手入选为这个巴黎奥运的一个选手。射箭事实上奥委会还没有公布，但是我们有6位选手取得资格，至少16项的运动项目，然后目标大概有58位到60位的运动选手。中华奥会只是公布代表团团号，选手徛在台顶展现英姿，有选手就讲比徛在擂台更加紧张。台湾选手拢准备好啊！中华奥会甲教育部体育署也提供充足的后援，希望因能为国争光。选手取得参赛资格，他们背后都有一些自己常合作的，不管是禽收、运动防护、物理治疗，或是运动心理等等，那我们都会尽力、尽全力让他们都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到巴黎去。东京奥运可以拿到12面奖牌，分布在10个项目，我相信这10个项目都有机会获得奖牌，甚至金牌。巴黎奥运中华代表团的参赛门票依然在继续放榜当中，这摆有至少有16个项目，目标有58到60个选手参加比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